唉，以後咧呢啲牛肉乾冇得食啦，因為咧6月15號電子牛肉乾電子告票開始咗啦。由2025年6月15號起，警務處開始逐步以電子方式發出交通告票。為協助市民適應，警方暫時會繼續發出實體告票。除咗傳統繳款方式，你亦可以經電子交通告票平台、網頁或手機應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繳交罰款，比以前更方便。嗱，我咧以前咧就試過咧借個車俾人，咁咧佢咧就食咗牛肉乾，跟住咧就劈咗佢唔俾我，最後係點樣啊？要上庭啊，交咗1000幾蚊告票費。因為 Pierre 係啊，電子牛肉乾咧呢一件事咧就越嚟越成為趨勢，因為咧咁啊方便，直接 send 個 SMS 俾你或者係 email 俾你。新車主咧而家運輸署必須啊做個電子認證先俾你過戶，咁包括用 SMS 啦，或者係用電郵嘅，咁啊你唔知道就冇可能噶啦。